大家好，我係啟基學校嘅謝安順，我會帶大家探訪樹懶與好友展館。因為2025年12月中，展館除咗多咗樹懶妹妹小女，仲有好可愛嘅小蜜熊同埋金剛鸚鵡。今次我哋嘅主角係好可愛嘅小蜜熊，佢個名叫做蜜寶。根據動物趣談導賞員介紹，蜜寶同樹懶一樣都係夜行動物，一般都係喺夜晚先至會出嚟活動。蜜熊其實係浣熊嘅遠方親戚，主要特徵包括超長舌頭，專用嚟舔食花蜜，仲有強力尾巴，用嚟捲住樹枝，方便倒吊喺樹上面食嘢。蜜熊進食花蜜時會幫植物傳播花粉，係生態系統入面最重要嘅工程師。